有人話屋企請越多工人姐姐，每位姐姐嘅工作量就會越少，佢哋會更加開心。錯晒啊！喺香港，有啲家庭會請多過一個姐姐，原因可能係屋企地方大，或者有比較多需要照顧嘅小朋友同長者。有啲僱主以為請多個姐姐，佢哋平均每人做嘅嘢少咗，佢哋應該會開心啲。但原來大部分姐姐都唔中意 share work，即係同其他姐姐一齊工作。原因佢哋受到嘅待遇亦未必一樣，工作量未必可以公平咁分配。例如姐姐自己中意煮飯，但就被編配做清潔。僱主亦好難避免地會比較唔同姐姐嘅能力，可能會中意其中一個多啲，咁另一個就好容易會唔開心。更加重要嘅係，兩位姐姐可能由於文化差異、生活習慣上嘅唔同，引致摩擦。小則鬧交，大則辭職唔做，亦有啲會勾心鬥角，向僱主打小報告。所以各位，如果想請多過一個姐姐，一定要諗清楚兩位姐姐嘅國籍配搭、性格、工作分配等。如果有需要，歡迎揾我哋傾下。